嗱，洋葱咧就係屬於保健蔬菜啊，特別喺疫情肆虐之下咧，我哋食多啲有益嘅食物咧，去增強免疫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嗱，今日咧我哋請教一下何醫師啦。嗱，到底咧從中醫嘅角度咧，洋葱有啲咩功效咧？喺中醫角度嚟講咧，洋葱咧就屬於比較溫性啦，可以幫我哋暖脾啦，亦都有活血化瘀嘅功效嘅。咁所以咧，如果體質比較虛寒嘅人士咧，可以多啲食洋葱啦。另外咧，原來喺現代藥理研究顯示咧，洋葱咧係含有大蒜素啦，亦都有棘皮素啦。原來呢啲係咧天然食品裡面嘅超強嘅抗菌同埋抗細菌嘅成分嚟嘅，所以咧可以幫助我哋咧去驅除我哋身體嘅細菌啦，或者係病毒嘅，咁非常之適合咧可以增強我哋嘅抵抗力㗎。嗱，我有聽人講過話咧，打針之前食洋葱喎，到底有啲咩功效嘅？係頭先咧有講過咧，原來洋葱咧有活血化瘀嘅功效嘅，係當中咧因為佢含有咧維他命 K 啊，可以抗咧血小板凝結嘅功能嘅，咁最適合咧一啲可能準備打針啦，有三高凝血問題嘅朋友咧，不妨喺打針之前食多啲嘅喎。嗱，到底點樣食洋葱先係最有效咧？係頭先我哋講過咧，當中洋葱咧就含有大蒜素啦，同埋槲皮素啦。原來呢啲成分咧係需要生食咧先可以保留最高嘅功效嘅。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咧洋葱咧都係快炒啦，甚至係生食咧係最適合嘅。有冇話食幾多份量？係中醫咧就講求中庸之道啦，所以我哋建議咧，就算佢好有益咧，都不能夠食太多。建議大家咧每人咧每日只係食半個洋葱咧就已經好足夠㗎啦。嗱，我又有聽過話咧，食生蒜片咧都可以有呢一個消炎啊、去抗菌嘅作用啦。到底係咪真嘅咧？係冇錯嘅，因為咧原來講緊咧蒜頭啦，都係其實咧佢嗰個性味啦同功效咧同洋葱類似嘅，而當中含有嘅大蒜素咧嗰個分量咧係更加之多嘅。所以咧，如果係食生蒜片啦，又或者有啲坊間咧教大家咧流行可以用生蒜片咧去抑制嗰個喉嚨嘅病毒或者細菌咧，都係可以嘅。不過提醒大家啦，雖然佢可以幫助咧減少喉嚨痛啦，但係咧都不能夠食太多，因為咧其實佢性味係比較溫嘅。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咧每人每日咧食1至2瓣嘅蒜頭咧已經適合㗎啦。咁另外提醒翻咧，如果係年紀比較細啦，或者係老人家咧，應該從少量開始，因為咧蒜頭都係比較辛辣啊，可能驚對佢哋嘅刺激過大。咁記得俾佢哋食嘅時候咧，亦都要留意佢哋進食嘅反應喎。今日唔該晒何醫師，唔好客氣。